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捷运，伫个试营运的期间，列车的连接器断裂。台中市政府紧急停止试营运，检测列车，结果竟然佫发现了另外一台的列车，这个连接器的车身嘛是断裂。市政府怀疑这个列车制造的过程出问题，要求监造的台北捷运公司赶紧来处理。市长罗秀燕嘛再一次来强调，要为着通车来通车。 台中捷运列车试营运的时间发生连接器断气事件，市府紧停止试营运，全面检查18台列车的36支连接器，结果发现有6支连接器的车身无法度跳入来，阁有1支嘛断去啊。调度到驻车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又有类似第一辆相同的这个断裂的一个情况，要从材料设计、组装 跟制造这4个方面都要全面系统性的检查。出问题的列车拢是伫咧日本倒的，市府怀疑出系统性的问题，要求台北捷运公司爱紧处理。市长罗秀燕佫一摆强调，问题解决上要紧。所以我们在等北捷局的报告。 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水落石出、完全澄清以前，我们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。敢会当顺利通车，市府嘛也未确定。你预定12月19号通车，刚剩无够3礼拜，民众想要坐台中捷运跨年，敢会努出去，大家拢伫咧看。